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9号。这一期咱们聊半月谈一篇文章最近由于某些新能源车企这个事故频发媒体每天都有报道，有很多媒体直接就直呼其名，当然更多的媒体是小心翼翼就避免提到车企这个品牌。为什么呢？还是害怕染上官司惹上麻烦。前两天这个半月谈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它标题叫豢养粉丝是企业家塌房的开始。这个半月谈大家也知道它的分量这个半月谈也下场来谈这个事情，给人感觉好像某些车企要么就是过了这个叫新手保护期要么就是这个车企恐怕真的是出问题了。主流媒体接二连三的下场来炮轰这个车企，当然了，有的是点名的有的是不点名。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半月谈这篇文章，叫豢养粉丝是企业家塌房的开始。豢养粉丝，哪个企业在豢养粉丝呢？有的企业自己豢养粉丝，却把矛头指向别人，说别人有黑公关、黑水军，倒打一耙，指鹿为马。这个半月谈说近日央视新闻官宣，今年的主持人大赛将于 B 站深度共创视频播客环节。作为国内传统媒体的龙头，央视为什么会看上刚刚兴起的播客？这或许是因为目前 B 站上比较受欢迎的视频播客内容在形式上无限接近于电视时代的访谈节目，而这在现在这个短视频横流的时代有它独特的价值。这个半月谈说现在对于各行各业的公众人物来说，甚至是企业家，都把人设营销加短视频当做最重要的工作来做，但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深度内容的输出。现在我们都看到了，那些热衷于培养粉丝的企业家和公众人物，大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流量的反噬，对吧？某些车企确实现在流量反噬越来越严重这个网上大量的这个梗，这两天最火的一个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叫 TTCC 车主事件，或者叫 TTCC 车主截肢事件。这个短视频平台铺天盖地的，也不知道真假。说的什么事呢？说的是有一个叫 TTCC 的这么一个博主吧，他拍的那个节目里面大部分都是非常这个支持某个汽车品牌，然后谁要说这个汽车品牌不好，他就怼别人骂别人，他维护他这个心中的偶像明星大网红。说10月2号 TTCC 车主喜提某品牌这个新车仅过7天10月9号晚上9点13分就发生事故，车辆撞上绿化带防护栏。这个喜欢撞这个绿化带防护栏的是哪家品牌呢？大家也知道。说车主整个人卡在驾驶室无法动弹，右腿血肉模糊，脑子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给爸爸打电话。好在车企事故中心及时联动救援，119先将他从车里救出，随后120送医救治。事发后他被紧急送往县医院，10点到达，11点转至保定252医院，12点半又到北京水利医院，10月10日3点开始手术，10月15日进行2次清创手术，最终车主失去了他心爱的小腿。又过了一天车主在这个他的社交平台发了一些作品内容，并没有说这个品牌，也没有诋毁品牌，他只是说号召大家要注意安全行驶、安全驾驶。结果他的这个自媒体账号被封禁这就是最近网上最火的叫 TTCC 车主事件。这位车主10月2号提的车，10月9号出的事故，10月15号失去了他的小腿，10月17号失去了他的自媒体账号。有网友说这叫求锤得锤，死心塌地的这个维护某个品牌，然后最终被这个品牌封杀，还失去了他的小腿，失去了他的自媒体账号，也是求锤得锤有网友说雷总，你对不起谁都可以，不应该对不起这名网友。我们接着看那个半月谈的文章这个半月谈说产品的问题、决策失误、用户的怨气，所有负面情绪几乎一股脑的灌给了企业的掌门人。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欲戴皇冠必承其重的故事，
而是很多企业的决策部门从根本上异化了消费者和自己的关系。过去我们讲顾客是上帝，因为顾客花了钱，而且很难赚，所以企业必须在产品外付出更多服务来满足顾客，简单且纯粹。这个就像作为这个乘客，他付钱给机场了，你那个机票里面有机场建设费啊，我不知道50还是多少，那你对机场提出意见，这个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有很多人攻击，对吧？对机场提出意见的人，作为消费者有权利提意见，因为你每次乘飞机你得花50机场建设费，航空公司的机票里面还有很多是给机场的，也就是你买的机票里面不仅有机场建设费，你还给机场的钱，在机场你就是个消费者，消费者不能提意见，恐怕也只有个别国家有这种制度消费者提了意见，有可能被人处理、封杀、各种谩骂、刨坟，恐怕也只有某些国家有这个现象。半月谈说这种社会共识在相当程度上平衡了个体消费者在面对企业这头巨兽时的劣势，但是有些企业会把这种情况当作一个问题，他们更希望的是在出事时有人能在舆论场上为自己说话，所以部分企业想到了采用饭圈理论，培养一部分忠实消费者成为信徒。这个套用在深圳机场也是可以的，对吧？深圳机场就是当他遇到消费者向他提出意见的时候，他就采取了饭圈理论嘛，他希望有人能在舆论场上为深圳机场说话。但可惜的是，市场的惨烈竞争让很多企业没有重视一个问题，即便是早已形成江湖规则的娱乐行业，粉能载偶，亦能覆偶，也是铁律。尤其当 CEO 营销遇上短视频的流量漫灌，眼看他起高楼是一眨眼的功夫，眼看他楼塌了也不过是忽然之间，并不是彻底否定打造个人 IP 的价值，但是把饭圈逻辑生搬硬套到企业的用户关系建设中，无疑是对消费者的矮化以及对企业运营风险的严重忽视，其本质是一种智力怠惰。不知道雷总有没有看半月谈的这篇文章也不知道他们的法务会不会告半月谈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养成了这坏毛病你说了2句他就告你。如何跟公众好好说话，于企业而言是一门系统科学的工作，对消费者和社会公众而言是一个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和公众好好说话有3项最重要的标准：真诚、全面和平等。这3点说穿了，不过是消费者真金白银支持了企业的发展，即便不是上帝，企业也有义务进行全方位的坦诚相待，而非沉溺于用刷屏的短视频对消费者进行心智引导之类的奇技淫巧。某些车企的营销半月谈说这叫奇技淫巧某些车企引以为傲的互联网营销。说近来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在 B 站上的一期节目就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范式。要知道，在理想上这期节目的期间，理想汽车可谓是负面缠身。由于那支发布会上的对撞视频，利用 AI 制作的理想汽车对撞坦克、高铁、航母的视频在全网广泛流传。我想半月谈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久之后没隔几个小时，上海就发生一起理想的汽车起火事件，爆燃。那个理想汽车是吧，正在行驶途中突然起火。这一幕被很多路上的其他的车这个行车记录仪给拍下来了。事后理想汽车说车门安全打开，给人感觉好像这个出了车祸车门打开居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点像那个火箭发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太空舱回收，说这个太空舱安全着陆，那一刻有点这意思。结果人家车主不干了，车主立马发律师函说这个后排车门打不开，后排的乘员称这个乘客从副驾驶那个门出来的。现在网上又有段子有很多车主买了新能源汽车以后这个专门训练，有的人买了车不是家庭用车嘛，一家人坐，那个孩子什么坐在后面，都在练习如何从这个后座爬到前座，怎么下车，怎么开门。现在很多这个新能源汽车车主居然在家练这个，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开门，怎么从车上下来。你说这都叫什么事？这个半月谈说
他说，理想方面称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大量黑公关活动痕迹，甚至专门发了视频回应，只不过效果寥寥。但如果关注了理想汽车整个口碑走向，就不难发现，理想经历了长达3个小时的对谈马拉松之后，口碑莫名其妙慢慢实现了逆转，再搭配上新出的车型成了爆款，最终稳定住了企业口碑。同样是聚焦与 CEO 营销，差距在哪儿？理想回忆了企业最困难时，美团创始人王兴的帮助，不禁潸然泪下。这一名场面成为在短视频平台广为流传的片段，不少网友认为响哥真性情。虽然整个传播过程也用到了大量的短视频，但是数百万的播放证明，这首先是一场精彩对谈，既让观众感受到真诚的对话，无论是理想的创业经历、经营理念，甚至是童年故事，无所不谈，几乎让网友完全知道理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很多时候消费者是很单纯的，如果认为你是好人，是可以原谅你犯过的小错。视频播客类似访谈节目的好处是，被访谈对象在现场必须进入对话的状态，甚至可以说因为话赶话的效果，他必须打起12分精神。尤其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对话中，伪装变成了一件精力成本极高的事。如此形成的客观效果是，被访谈者在访谈中必须要接受一定程度的审视，让渡对内容的控制能力，但同时表现得好的话，也会得到刑满释放之后的宽容，也许是尝到了视频播客的甜头。没过多久，理想直接入驻 B 站，做起了 UP 主。理想舆论翻盘并非个例，在深陷口碑甚至经营危机时，靠着完整坦诚的意见输出，赢得公众支持的企业家和公众人物并不少。2019年，华为遭遇西方技术封锁，任正非女儿孟晚舟被加拿大囚禁，那段岁月可谓是华为最低谷。一生接受采访不超过10次的任正非接受了央视的专访，同时和几十家媒体举行了见面会。那次事件中，任正非凭借着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卑不亢和对技术的坚持，一举奠定了华为国之重器的形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危机应对。这是半月谈说的。半月谈还说另一位演艺明星黄晓明，多年来一直深陷油腻标签，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转机出现在他登上易立竞的对话节目，对自己的失败的坦然，对网友批评的真诚接受，让观众觉得黄晓明简直变了一个人。在那之后，黄晓明又接连凭借在影视剧、综艺等场合的表现，逐渐赢回了观众的认可。这些案例都符合我们所说的3项重要标准：真诚、全面和平等。他们可能会包装，但不会伪装，剖析自己的全部，与观众平等对话，甚至是用更低的姿态去讲话。视频播客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顺应了大众对于纯短视频营销的审美疲劳。这个趋势在大洋彼岸已经兴起了一段时间。马斯克、特朗普都是10级冲浪选手，随手发的帖子都一度被认为有改变经济走势和政坛的能量。但他们为什么会上长达几小时的视频播客？因为他们确实尝到了坦诚对话的甜头。开诚布公的对话不是社会和公众强加给公众人物的要求，它同时也是公众人物争取消费者信任和社会认可的必要途径。少一点虚头巴脑的短视频营销，多一点高质量有价值的对话，至少要做到长短结合，才是一家企业、一个公众人物趋福避凶的护身符。即便用户有多喜欢你的产品，也永远不要错把自己当成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原谅的偶像，这是一个美好的幻觉。事实是，偶像年年有新的，粉丝永远只有那一茬。这是半月谈写的文章，叫豢养粉丝是企业家塌房的开始。虽然没有点名，但是比点名更加明确。
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半月谈这篇文章啊，看似写的非常犀利，但是啊，还是没有说中要害啊。所以有网友就说啊，就是他这文章下面的评论呢，就比文章更加犀利。有网友就问半月谈说：“你是谁豢养的？”大家还记得吧？好像这个有一个车评人呢，好像粉丝也不是很多啊，也不是很出名啊。他发了一个微博说，这个他虽然不喜欢吃西贝，但是他就非要点个西贝外卖，原因就是因为他讨厌罗永浩。结果被罗永浩抓住了啊，然后就转发这个微博，就说啊，让我看一看这是哪家车企豢养的，我来给这家车企挑挑毛病。结果吓得这个车评人立马把这个微博给删了。所以说这个汽车品牌啊，豢养车评人、豢养粉丝，恐怕是当下这个公开的秘密。但半月谈说这个豢养粉丝是企业家塌房的开始，所以就有人问他你是谁豢养的？还有人评论啊，说央视是谁豢养的？这就没法回答了。半月谈是谁豢养的，咱也不知道啊，对吧？也不能知道。但是半月谈这篇文章啊，他批评某些车企啊、某些企业家豢养粉丝，他这批评的对。但是他批评一个企业，然后又去拉另外一个企业，也就是拉踩，这个手法不好，对吧？他通篇啊在那表扬这个理想，殊不知啊，对吧？几个小时以后，理想就在上海起火，对吧？所以说他没有必要啊，你去踩这个雷总。也不能叫踩吧，就是你批评雷总，你没必要去拉这个其他的什么企业家，拉一个打一个，没必要，搞得好像他拿了这个理想的钱。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半月谈也没有谈到实质问题，流量反噬这是个现象，具体到这个车企啊，新能源汽车根子还是汽车的安全、汽车的品质、产品安全，这是归根结底的，都是花活，其他的都是他自己也说的叫奇淫巧技啊。半月谈说嘛，沉溺于用刷屏的短视频对消费者进行心智引导之类的奇技淫巧。半月谈啊，给这个新能源汽车啊，为了防止被流量反噬，开出来药方是什么呢？开出来药方是你换个方式，你不要在某些平台搞短视频刷屏啊，你去上播客。这就没有说到本质是，对吧？消费者网友对这个车企吐槽，主要是嫌这个汽车的品质、安全性、质量，对吧？流量反噬那只是表象，如果你这个产品质量好，对吧？经得起消费者的这个质疑，经得起消费者这个使用啊检验，那你的流量越多，那是一个正相关，对吧？那就会叫什么风助火势，相得益彰。流量反噬是指流量是泼天的，但是来了之后呢，你这个产品你的质量、你的安全性让人失望，甚至啊，你这个宣传的和你这个就你的违反了广告法，你的营销在那胡编乱造、胡吹。消费者被你吊起胃口之后来了一看，啥也不是，本质还是你说的和你做的反差太大，不是营销手段，不是营销模式出问题，对吧？这个我想大家都明白。所以这个半月谈啊，他批评这个企业家豢养粉丝不对，对吧？这个批评的好，但是啊，那企业家怎么改正呢？实际上还把心思用在产品质量上面，对吧？用产品的口碑，让产品质量去扭转消费者对这个汽车品牌的印象，用质量说话，而不是说换个方式去给消费者洗脑。无论是打造这个企业家人设 IP， 是短视频，对吧？还是微博靠他写文章，还是什么上播客，都是一回事。不过啊，半月谈下场直接炮轰啊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些乱象，主要是营销乱象，这个已经说明问题。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天下苦秦久矣啊。为什么现在产生一边倒的这个声音呢？主要是新能源汽车这么多年来啊，就是受国家保护，野蛮发展，没拿消费者当回事，法务比研发人多得多，对吧？法务是研发的几十倍，一个车企最强大的是法务，不是它的研发，动不动就要告好几百名车主。在这个车主啊，这个叫交车仪式上，对吧？这个不是交完了钱，这个车主要去 4S 店去提车嘛？哎，双方当场不愉快，报警，车企报警要把这个车主给抓了。你说这都叫什么事？这都是新能源汽车干出来的事。在我看来啊，现在主流媒体下场，对吧？主动的对这个新能源汽车开炮，这个表明一个风向，也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保护期啊已经过了，对吧？什么第一财经、什么经济观察报，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浙江日报，对吧？半月谈，那这都官媒啊。下场点名或者不点名，直接就开始。这在过去难以想象，过去不可能
可能一家两家说，但是不可能这么多人来说。这就预示着2026年对新能源车企来说，恐怕是更加难熬的一年，对吧？今年某些新能源汽车品牌是不是就已经经历了这过山车吧？年初的时候口碑呢还是顶天，还没到年尾呢，就坠入谷底了。雷总在哪儿翻的车呢？他恐怕自己都不知道。实际上这都是日积月累的，对吧？不是哪一天翻的车。从这个3月份铜陵这个高速公路这个事故开始，是吧？一点积累的。当然了，我们只说某一个品牌没有意义啊，这也实际上是整个新能源汽车里面的一个乱象。新手保护期一过，对吧？明年什么补贴开始没有了，各种优惠政策没有了，保护期过了，明年就要接受真正的市场的洗礼，我们拭目以待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